自2026年7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更新自教圣殿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12章第10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2章。耶户第7年，约阿施做王，伫耶路撒冷做王40年。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，是别是巴人。约阿施因为祭司耶和亚大的教导，一生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山头大也未废除，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。约阿施对众祭司讲：所有献伫上主的圣殿分别做成的钱，无论是逐个人应该献的，也是自愿献的钱，也是逐个祭司对于所捌的人收集的奉献，着用来修理圣殿所有损坏的所在。毋过到约阿施王第23年，祭司还未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，所以约阿施王调集祭司耶和亚大甲其他的祭司，对因讲：恁是安怎到呾还未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？恁毋通阁对人收钱，着将钱交出来，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众祭司答应，无要阁对人民收钱，嘛无要负责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祭司耶和亚大摕一个柜，伫顶面挖一个坑，下伫祭坛边上主圣殿入口的正边。守门的祭司甲来敬拜的人所献的钱，拢落入去柜内。祭司看到柜内的钱有够多的时，就请王的书记甲大祭司来，将上主圣殿得到的钱点算了包起来。因就将点算过的钱交予监督整修上主圣殿的人，监督的人将钱发予修理上主圣殿的做木师傅甲建筑工人、土水师傅甲拍石师傅，搁要材料甲拍好的石，修理上主圣殿损坏的所在，以及支付修理圣殿逐款的开销。毋过，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钱，无用来做上主圣殿的银杯、灯芯的剪刀盘、喇叭，甲逐款金器、银器。因将钱拢交予做工的人修理上主的圣殿，因毋免甲发工钱的人对笑，因为遐人做代志诚实。毋过，赔罪罪甲赎罪罪的钱，无带入上主的圣殿，拢归予祭司。迄时，叙利亚王哈实上去攻打迦得，甲伊公主哈实就决定要进攻耶路撒冷。犹大王约阿施将伊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、约兰、亚哈谢甲伊本身所献圣化归上主的物，以及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金，拢送予叙利亚王哈实，哈实就无进攻耶路撒冷。约阿施其他的事迹，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阿施的人神起来陪伴，伫落去色拉路中的伯米罗，甲伊杀死。遐个杀死约阿施的人神是西比亚的囝约撒甲，甲
所灭的囝约撒拔。约阿斯甲伊的列祖做伙安葬伫大直城，伊的囝阿玛谢煞接伊做王。重新聚焦圣殿。梁记下卷这段叙述是关系两座殿宇的故事，一座是拜巴力的太后阿塔尼亚的宫殿，只是带来死亡；另外一座是上主的圣殿，是保全性命。约阿斯做王了后，做上主认为对的代志，搁修复圣殿，因为约阿斯明白，爱得到性命就需要圣殿，因为伊本身就是实例。对梁记上卷15章18节到这段的经文，叙述者重新聚焦圣殿，这显示犹大国的列王并无关心圣殿，只关切保卫个人官位和扩大领土。圣殿的功能平常由祭司维持，圣殿的维修是君王的责任，但是简单少数王有履行这个职务。直到约阿斯做犹大王，圣殿的地位才逐渐恢复。梁记下卷12章第2节记载，约阿斯因为祭司耶和亚大的教导，一生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不过，历代志下卷24章第2节记载，约阿斯做对的代志是伫耶和亚大要活地的时，所以伊关切圣殿的修复，真有可能是出自耶和亚大的意思。约阿斯在位第23年，圣殿还未修复，所以伊调祭司来对因讲：恁是安怎到呾还未修理圣殿毁坏的所在？恁毋通阁对人收钱，着将钱交出来，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。约阿斯的话暗示这是该残的腐败，竟然掠夺属上主的钱。但是约阿斯后来煞摕圣殿的金仔进贡叙利亚，搁较是讽刺。约阿斯和摩西同款，婴仔时期伫迫害中得到保全。伊伫圣殿长大到做王的时，虽然修复圣殿，却无除掉山头顶的神庙，人民还伫遐献祭烧香。最后，伊和所罗门同款离弃上主。约阿斯后期的统治，互人无法度忍受。历代志下卷24章记载，约阿斯杀死祭司耶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，最后以耶户部属背叛。模范伫北国以色列通讲是史上发生的代志，但是约阿斯竟然成做南犹大第一个被谋杀的王。1988年1月13日下午，蒋经国病逝。迄时担任副总统的李登辉当晚接得通知赶往赤海官邸，依照宪法宣誓继任总统。李登辉回忆，迄是一个困袂落眠的暗时。当时我虽然继任总统，但是我非常清楚，我无任何资源，无家己的班底，无情报系统的关系，军队也毋是我的，通讲一无所有，要安怎推动代志呢？只有我靠上帝，透过祈祷，
我相信，只要有强烈的信仰，上帝一定会引带我克服一切的困难，达成台湾的民主化。一个人做着国家领袖，需要时机、幸运甲贵人，但是要互一个国家对威权行远民主，在位者袂当简单靠权威，搁较需要无私的心和坚定的信仰。若要做对的代志，咱袂当简单看人，也是时机，搁较着爱倚靠上主，才会当持续行伫对的道路。默想，我安怎行伫上主看做对的路上咧？我安怎行伫上主看做对的路上咧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你明白我的软弱甲罪性，我对你的信常常对人来的，但是也常常因为人来绊倒。求你帮助我，专心信靠你，通持续行伫你看做对的道路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